時預備起步，預備。呢步正站咗高智慧上，好似塊精架先喳聲擺咗喺前面嘅。最後啲外欄位置仲有就係活力寶提啦，然之後就係威特靈。咁啊，再後少少，跟住先見到新力星啊，拍住入邊天眾之寶，外邊就係盛喜嚟嘅。一個馬位之後，跟住就係牛精福星，然之後就係金碧明珠，再後啲跟住先就係詩情畫意。詩情畫意入邊就係勝利飛驅，然之後就開心精彩，喺晒尾利可來，距離頭馬約莫係9個馬位左右㗎嚇。好啦，約莫仲有1100米到終點前放頭，精英大師放頭1個馬位之先，領先活力寶提守住個第2嘅。第3位入邊嗰隻就係高智慧啊，然之後喺外邊就威特靈。過嚟馬位之後，跟住就係新力星，後邊就係盛喜利，然之後就係天眾之寶。再一個馬位之後，跟住先至見到金碧明珠，入邊仲有牛精福星嘅。牛精福星外邊嗰隻咧就係詩情畫意，然之後先至係勝利飛驅。勝利飛驅再後啲咧，跟住就開心精彩，喺晒尾仲係利可來啊！佢離頭馬約莫係9個馬位嘅。好啦，轉咗半個銀禧灣前方頭，精英大師火咗頭半個馬位之先，領先活力寶提上嚟威脅佢啦。守住第3位依然仲係高智慧啊，然之後就係威特靈啊，一個馬位之後，跟住就係新力星，再之後跟住就係盛喜利，盛喜利之後先至見到其他就係金碧明珠啊，再後啲跟住就詩情畫意，牛精福星拉出外欄嘅位置，再後啲跟住勝利飛驅，然之後先見到就係利可來啊，後面仲有開心精彩啊嗰啲馬㗎嚇，約莫仲有呢個200零米咗，前面領先依然仲有精英大師300米之後，活力寶提就拍住佢啦，係咪上嚟見到隻牛精福星啊？中間上嚟見到仲有其他嗰隻金碧明珠，然之後就係威特靈嘅，前面係牛精福星啊鬥緊呢個活力寶提，逐步拉翻上嚟，仲有就係新力星啊嗰啲馬。牛精福星應該可以蟬聯冠軍，你上牛精福星話得，活力寶提跑第2、3、4名應該上睇下勝利飛驅定係金碧明珠啦。牛精福星蟬聯冠軍1哩賽，轉彎入直路拍寶正啊，拉出外欄啊，如飛殺上。活力寶提以為過精大師應該可以到啦，點知遇着牛精福星，結果拍寶發揮得非常出色。牛精福星跑第1。活力寶提咧就跑過第2、3、4名啊，真係要影下相啊，睇下入邊嘅勝利飛驅啊，定係外邊嘅金碧明珠啦。哇！個第3好近啊！係咯，到底邊隻？又係牛精福星。